挑戰鋼鐵戰魂元武士雞嘅防禦力。擋住。拼持久就未必拼得贏，睇下有冇機會撞得上去。哎呀！今次發射傷咗佢持久。哇！撞咗佢落坑，夠力喎！1-1。哇！好恐怖，執翻先，直接兩隻一齊出界。我唔會分佢邊個先邊個後噶啦。依學當打喎，1-1，繼續。出事啦！蝕咗鋪添，切羅德，仲夠力撞到佢差少少落坑。果然新世代嘅攻擊性好強。不過持久都係元武勁啲，始終舊世代嘅穩定性比較強，新世代嘅對戰好睇。依家係2-1，睇下可唔可以領先到2分啊！哇！擋晒。3-1。